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5月12日来到祷告学校，祈祷与饶恕。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42章7到9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雅各书5章16节。所以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祷，使你们得医治。义人的祷告有很大的功效。我们开始来学祷告哦。那今天我们来听穆安德烈他对我们说什么话呢？他说但愿我生命的每一刻不会浪掷在神临在的亮光和喜悦之外，也无时无刻不将自己交托，作为他的器皿，充满他的灵和他的爱。说到浪费时间，说到我们花最多的时间是在哪里呢？有可能是我们在情绪当中，对吧？有时候就一句话别人说的一句话，或一个情况，或我们自己的一个心思去想到一个情景的时候，甚至于像约伯我们如果一路都来读，已经读到42章，我们就深深知道约伯受他的朋友之苦他其实已经很苦了啦但是他的朋友这个不说话7天7夜这个还好，但一说的话那个简直是很利的刀刺向约伯当然有人说这7天7夜不说话一个神学家他说到应该是说他们除了觉得是同理他，可能有更多的是他们在思考怎么样子来跟约伯对话，让约伯是可以认罪的，否则他不会一开始就说的那么锐利的话就是要约伯认罪。但不管如何，今天来到了经文的最后其实上主他说话咯对不对？上主说话才算数啦。我们真的是亲爱的大家，有时候我们真的约伯记一路读来，应叶牧师真的是学到一件事，我们人非常有限。约伯他要领受的就是主，你既然是全知全在全能的主，那么我受的这些苦，主你难道不在吗？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没有能力来为我伸冤吗？今天的经文来到了，主为约伯说了话说什么话呢？他就对以利法说，我对你和你的2个朋友很不满意，因为你们议论我的话不比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正确。现在你们要拿7只公牛7只公羊到约伯那里去，为你们自己献上烧化祭。约伯要为你们祈求，我会悦纳他的祈求，不按照你们的愚昧责罚你们。你们对我的议论不如约伯所说的有理。于是以利法以勒达说法按照上主所吩咐的做了，上主悦纳约伯的祈求。好美的这个 happy ending 我们看到这位神实在是太有智慧了真的是就这3节我们这个42章，然后就这3节神就定案了神排定那个结果。而既然神都出生了，而神这么妙，是要约伯为他们祈求，为那个得罪他的来祈求，而约伯也愿意然后上主更悦纳约伯的祈求所以其实这个再次让我们来思考跟反省亲爱的大家，穆安德烈在他祷告的学校里面再次引用马可福音11章25节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应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他在他的教导里面，他说主教导我们的第一课就是要饶恕的心，这个性情，正如主祷文里面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那穆安德烈他更多的提醒说，亲爱的大家，我们日常的生活便是我们与神祈祷相交的试验场所。我们往往在祈祷的时候竭力的酝酿敬虔的心思，以为可以讨好神。你们要不是不明白，就是忘记了，生命本是一个整体，不是拼凑而成的。这一会儿是一个模样，那一会儿又是另外一种模样。哦不，神看人的祈祷是否敬虔，是以全部生活而定。祈祷时间只占小部分，他不看一时的感觉，而是以平素生活的品味来判断我的真相和意愿。我和神相亲，和世上的人来往是一体的两面。假若我们待人失败，就会造成与神的关系也失败。不单是我意识到和邻舍之间有了问题才会如此，只要我在思想判断上没有警觉自己有缺乏爱心的言语思想，就会阻碍我的祈祷。有效的信心祈祷出自降服于神旨意和爱的生命。所以神看我们的祷告不是按照我祷告时的故意表态，乃是依据平常不祷告的时候的真实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给音乐牧师很大的提醒神不是只在我们说祷告文的时候他一再教导我们，到神的面前时，我们先祝福那得罪我们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唯有靠主才办得到，好不好？我们来默想约伯的3个朋友，原来一番好意来慰问约伯，结果反而被神责备，这给我们什么启示跟教训呢？后来神要求约伯所做的所带来的结果，我们猜会是什么呢？我们愿意先饶恕人，先祝福那得罪我们的人，然后再到神的面前与神会面吗？因为神要我们全部，不是要我们祷告的时候而已。这是今天神给我很大的提醒，愿我们彼此来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教导我们，我们在你的祷告学校里，我们知道祈祷跟饶恕是一体的两面。主，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生活，就是我们的跟你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祷告。谢谢你爱我们，你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以祷告为我们的指导我们要跟神和好，我们要跟人和好。我们明天见。